再回来关心天气，今日早起全台湾拢真好天，不过气象署预告对今日下半晡开始，因为这黄色雨的风面要来啊，山区平地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。这西半部甲东半部地区要落地渐雨，也是雷公雨的几率都会增加。华南地区、华中的这一段，很明显的有一条很组织非常明显的云系落在这个地方。那其实也就是现在锋面系统所处的范围，锋面会逐渐的靠近我们台湾地区，在今天的晚间已经抵达了我们台湾海峡这个地方哦。到了明天，也就是周六、周日的这段期间，锋面会开始通过我们台湾的本岛，所以整体的降雨、强降雨的现象呢，也会出现在我们台湾地区的。气象署预告，这波黄色雨的锋面是影响台湾2天以上，就要到后礼拜一才会离开。这拜一的顶半部、南部、东南部水汽悠远的较高，就要到后礼拜2天气才会慢慢恢复稳定。提醒咱的观众朋友，出门就一定要早雨伞、雨伞，嘛要提早准备，避免积水的灾情。